后来乡亲啊，伫要过年咯，南投德山的指南宫再度出现着借钱的人潮，要甲土地公跋杯借发财金，希望新的一年大赚钱。看到真侪信徒提香拜拜，当年过年之前，德山指南宫拢会行来真侪信徒向土地公借发财金。有民众就讲，当年拢会来借金祈福，希望新的一年工会顺遂，财运越来越好。在网络里面非常的大家非常打卡的景点啊，对，还有想说顺便带老人家出来走一走。指南宫讲，今年借钱还钱的金额虽然还未统计好，不过甲去年比加5%。土地公真正有保庇，这下真侪信徒来借钱。我们今年2025比去年大概多了5%，应该来借拢有效果啦。土地公都有保佑。指南宫嘛提醒信徒，借发财金上重要的是有借有行，才有机会赚大钱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